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月31号，诗篇35篇第1节到第10节，民数记29章第1节到14节，马可福音第5章第1节到2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献祭。献祭在宗教信仰的行为上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，但是现在有许多教会里面却较少提到这方面的教导。有几个原因，可能是现代人很不喜欢这种教条式的教导，还有年轻人不喜欢被要求的束缚，甚至有人说牧师教导奉献是不是为了要自己的口袋？事实上，献祭是人自己跟上帝的关系。献祭是过去在没有经济制度，应该是说所谓的农业时代啦、畜牧时代啦所建立的一个奉献制度。但是自从人类有了经济制度，有了各种钱币之后呢，收入不再是算这个动物牛羊所以英文叫做 bug， 而是算 dollar 钱币之后，献祭的习惯就慢慢在被改变当中。福音书耶稣基督曾经教导跟随者有关奉献的态度，所以他举了圣殿中的富人的奉献、有钱的人的奉献，以及寡妇的2个钱。在那个时代已经是用钱币奉献了，也因为如此，耶稣基督才有那个洁净圣殿。因为这个洁净圣殿当中换钱的柜台的钱就洒落了一地，因为犹太人仍然坚持不用罗马钱币奉献，所以他们需要在圣殿外面有一个换钱的柜台。旧约圣经摩西传统里面教导许多关于献祭的事。今天的经文民数记29章第1节到14节提到几个不同的献祭。经文说到新年的献的祭，7月初1你们要聚集敬拜，不可做任何日常的工作。那一天要吹号角，并且献上上主喜悦的馨香烧化祭，1头小公牛，1头公绵羊，7只1岁大的小公羊，都是没有残缺的。也要献细面粉调和着橄榄油的素祭。每头公牛要配合3公斤的细面粉，每只公绵羊配合2公斤的细面粉，每只小公羊配合1公斤的细面粉，又要献1只公山羊作为赎罪祭，为人民行洁净礼。以外，每月初1该献的烧化祭和素祭，每天例常的烧化祭、素祭和奠祭早场要献。这些是上主喜悦的馨香火祭，赎罪祭日献的祭。7月初10你们要聚集敬拜，不可吃东西，也不可做任何日常的工作。你们要向上主献馨香的烧化祭，1头小公牛，1只公绵羊，7只1岁大的小公羊，都是没有残缺的。
也要献细面粉调和着橄榄油的素剂。每头公牛要配合3公斤的细面粉，每只公绵羊配合2公斤的细面粉，每只小公羊配合1公斤的细面粉。除了为人民行洁净礼所献的公山羊和每天立场的烧化祭、素祭和奠祭以外，要献1只公山羊做赎罪祭。住棚节献的祭，7月15号你们要聚集敬拜，纪念上主，庆祝节期7天，不可做任何日常的工作。在节期的第1天，你们要献烧化祭，做馨香的食物，祭讨上主喜悦。要献没有残缺的13头小公羊，2只公绵羊，14只1岁大的小公羊。也要献细面粉调和着橄榄油的素剂，每头公牛配合3公斤的细面粉，每只公绵羊配合2公斤的细面粉。就以现代的观点来看，上面这样的记载的奉献大概分为几种。第一个是我们所谈到的一般的11奉献。那因为有人收入他不固定，因此呢自己愿意跟上帝有所约定，每个月固定的金额的奉献，我们就称为是约定奉献。这个部分的收入都是有关于教会的经常费。所谓的经常费是用在教会的管销费用、团契支出、活动开销以及人事费等等。一个教会是否有发展的潜力，能够确实执行11奉献以及约定奉献的会有的比例高低，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指标。另外也有感恩奉献啊，比如说为了生日啊，为了家庭啊，为了特别的一些事来感恩的奉献，也归于在教会的经常费的收入。另外也有特别奉献，如同建堂基金啊，对外的奉献啊，或是因为特别原因经由小会议决的暂收款之奉献，都属于这种特别奉献，不归入在经常费里面。但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跟部分是，这些特别奉献跟感恩奉献不应该去挪用到约定奉献或是11奉献的金额，这是必须要用额外的奉献。那当然个人应当看自己的能力来为之，这是不需要勉强的。就好像今天的民数记的经文所说的，有这样不同的献祭。另外有一种奉献，保罗说是成为火祭。在今天新约的经文，我们前几天也在马太福音的经文里面读过了，那就是耶稣基督在外邦地区赶鬼的记录。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5章第1节到20节的记载比较特别，在最后他加了一段话。耶稣治好了乌灵附身的人，他们到加利利湖的那一边，属于格拉森的地区。耶稣一下船就遇见一个从墓穴出来的人，这个人被乌灵附着，一向住在坟地里，没有人能够控制他，
用铁链也锁不住他。多少次人用脚镣手铐来锁住他，他却打碎了这个脚镣，扭断了手铐。没有人有够大的力气来制服他。他日夜在坟地和山野间大喊大叫，又拿石头击打自己。他远远的看见耶稣，连忙跑过来，跪在耶稣面前，大声喊：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，你为什么来干扰我呢？我指着上帝求求你不要折磨我。他讲这话是因为耶稣已经吩咐他说，污灵从那人身上出来。耶稣问他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回答说，我名叫大群，因为我们数目众多。再三哀求耶稣不要赶他们离开那地方。在附近山坡上刚好有一大群猪在吃东西。污灵就央求耶稣说，打发我们进猪群，让我们附在猪里面吧。耶稣准了他们。污灵就从那人身上出来，进入了猪群，整群的猪约2000只，冲下山崖，窜入湖里，都淹死了。放猪的人都逃跑了，他们往城里和周围的乡村去报告这消息。大家都出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他们到耶稣那里，看见那个从前被鬼群附着的人坐着，穿好的衣服，神志清醒，就很害怕。看见这事经过的人，把发生被鬼附身那人和猪群的事告诉了大家。他们就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地区。耶稣上船的时候，那个曾被鬼附身的人来求耶稣说，请让我跟你去。耶稣不答应，却告诉他，你回家去告诉亲友，主怎么样以慈爱待你和他为你所做的一切事。那个人走了，开始在10亿地区传扬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。听见的人没有不惊奇的。好了，那个曾经被鬼附身的人央求耶稣基督让他来跟随他。从我们现代的语言来说，他就是要来献身。他放下一切，要来跟随主，把自己当成献祭，为主所用。但是耶稣基督并没有应允他，反而要求他留在本地传扬，并且见证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所做奇妙的神迹。基督徒是否愿意献上寡妇的2个钱？是否愿意把自己的献祭来献给主？那值得我们来反思。诗篇35篇第1节到第10节，求助的祷告。上主啊，求你敌对那些敌对我的人，求你攻击那些攻击我的人，求你拿起大小盾牌起来帮助我。求你举起你的长矛大斧，迎击那些追赶我的敌人。求你向我保证你要拯救我。愿要杀我的人失望蒙羞，愿谋害我的人失败狼狈。上主的天使追赶他们时，愿他们像糠秕一样被风吹散。上主的天使击杀他们时，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。他们无缘无故地为我张下罗网，他们挖掘陷阱要捕捉我。
愿灾害突然临到他们，愿他们被自己的罗网缠住，掉在自己所挖掘的陷阱。那时我要因上主喜乐，因他拯救我而欢喜。我要从心底向上主说，上主啊，有谁能跟你相比？你保护弱小，免受强人的欺凌，你保护穷人，免受剥削者的榨取。求主帮助我们明白救恩，也愿意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献上，成为活祭，为主所使用，来传福音，来见证主，来使人得益处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